谢谢主持人的邀请，让我可以有一个机会简单的分享一下自己的创作历程。那其实主题的部分我就想蛮久的，因为我不太知道就是可能这个分享我要就是以什么作为一个核心的主题呢？然后后来。他就想说，我大概就是简单分享一下我自己从大学到现在的创作经历。然后，因为其实我以自己的个性来说，在绘画这个领域方面，学习方面，我通常都是很后知后觉的才知道，可能自己当下在做什么，或者是比较在乎的东西是什么。那我觉得在流水中寻找之前，绘画有这句话，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直白的一个，可能让别人懂，然后我自己也买单的一句话，就是我一直以来在画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我的简单的学历，然后我是彰师大美术系毕业，然后目前就读清华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系硕士班。我把它放大一下。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先放2段文字，我觉得可以就稍微的简单的概述一下我在绘画里面比较在乎的主题，还有一些细节。然后，因为我自己我是从大学的时候才在这个就是才考进美术系，然后开始学习一切的，就是可能绘画相关的知识，然后触碰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个领域的一些的知识。对，所以我的创作主题一开始的时候是从大自然开始，然后到后来可能比较关注在一些闪烁不定的光线啊，或者说我很喜欢观察，溪水或流水，就是水面上一些不定型的连续的流动。因为我觉得在注视水面的时候，对我来说是很迷幻的感觉，然后有时候也是很疗愈。然后我喜欢去观察那些波纹与波纹之间的一些疏密的变化，然后还有像高山河流，它可能会因为光线映射环境的一些色彩，然后在水面上形成一些不规则色块啊或什么的。然后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好像是没有什么规律性，但它好像又是有系统的，所以就会这样矛盾感就会让我想要去观察，然后也变成可能我在绘画上面一些构图上或者是主题上的一些刺激和灵感吧。然后因为我觉得在艺术这个领域还有创作的学习上面，对我来说我好像是比较是往内在探索的，就是比起想要就是对这个世界或别人表达什么，或者是想要说出一些话的这个部分来说，我好像比较在乎的是用创作的这个过程去理清我自己在个性上或者思绪上思考的一些矛盾点，还有一些模糊的地方。然后这个那我就是从大2的一趟，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修了一门东方美材课，大2的时候。然后这是那门课的老师带我们出去，就是新竹内湾在上去的一个镇西堡部落玩的一个照片，就是我们在那边待了几天，然后看着山上的那些族人，认识他的环境啊，然后听他们就是带我们了解他们的文化这样子，就是我们在上面待了几天，然后在那边创作。然后我很努力看了一下照片，没有拍很多，但上面的环境大概就是这样。就它刚好是在
雾林，就大概2000多公尺高的那一个地方，所以早上的时候你会看到雾气云从你的身边这样升上去，晚上的时候它又会降下来到就是围绕在你的身边，是湿气很丰沛的一个场域。然后我们也在那边走他们的一些神木的步道，然后也看很多石榴这样。然后这个是大家一起上山滑的。然后所以后来回来之后，我就画了我的第一张白画的国画。然后，其实在画的当下没有想太多，但在回头梳理的时候，我就发现跟我大一的一些作业，参照对比交叉比对出来，就是我可以得知说，我就是其实对那一种，对一种微微的反光、不透明和透明之间的模糊地带很着迷，还有一些就是因为被水覆盖，所以造型变得有些破碎的石头还有光线，对我来说就观察那些东西很疗愈吧，所以我就这样把它画下来。然后后面又继续画了几张，然后到这一张的时候，我就是进一步的去挑选我的题材，就是我发现我喜欢画那些水波上的纹路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光影闪烁的边缘，那我好像没有很在意它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或者是一个主角在那个画面正中间。就我好像很喜欢去观察，然后去用我的笔触去追随那些边缘很破碎的轮廓，然后去完成一张图。所以我的图好像就在这个时期又变得构图比较破碎一点，然后比较着重在画面上不同色彩的搭配吧。然后这是大概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吧。然后我开始觉得，我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跟我表达的方式好像有点冲突，或者是没有那么的精炼，所以我也开始进入一个实验的黑洞中，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方法和方向，但我就是想要换一个媒材，或者是就是做一些转换吧，然后去达成我内心里面那个平衡的状态。因为其实那些流水的，就是我在画那些自然或流水的题材的时候，其实我会可能把他们有点拟人化，或是给他们一些个性啊，或者是一些想象，就我可能会觉得他们是可能是很有智慧的，或者是很包容的，因为他们就是本身的形态都会随着身边的物体还有地形去改变，但他们感觉就是很低调，然后是充满智慧，然后就是一直脑补一大堆形容词，然后再想办法把它画出来。所以接下来大学后半段就是一直想要实验，就有没有新的方法，就是不要只是把可能是用比较直观的方法去呈现，但这都是练习，其实这2张好像也慢慢不完整。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去面试清大研究所，就要拿这2张去面试。然后我现在回头看就觉得我那时候还蛮敢的，我说我敢把从来没有画完东西拿给老师看，然后在现场给他看。但是我那个时候想法就是没有办法，因为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以前的写实的一种偏写实的一种技巧没有办法满足我。那我之后我也很老实的和教授说，其实我之后
也还没有想到我要做什么，但是这个就是我现在最真实的状态，所以我那个时候好像就带了很多风格相异的东西去给老师看。好，然后再来应该是大学的最后一件作品。那这件作品就一样延续着我前面几张想要尝试的那个想法，就是我想要运用油画以外的媒材来表达流水清透还有那种不稳定的感觉。所以，其实这件作品我一开始是买一张，直接去买一捆大的画布，然后买回来铺在地板上，然后就在上面调好一桶一桶的水彩颜料，把它泼上去，然后可能让它干个2、3天，然后在上面就会有不同的水渍和水印。然后其实因为我用很多水，然后其实我在等干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时间去看它的样子都是不太一样，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去预估说，等它完全干的时候它会长什么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对当时的我来说是蛮新鲜的，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会想要去算计，或者是就是会去预想到它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要去怎么处理它，就是我会先进一步的去思考，然后等我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它可能会是在我的预料范围之内，然后再进一步去规划。但是这张作品在做的状态就变得比较放松。那等到这些水渍干了之后，我再运用蜡笔还有铅笔，就是其他蜡笔、铅笔，然后好像还有粉彩吧，然后在上面拉一些比较随性的线条。这张可以看到一些，然后那些线条呢，就来自我最初在画油画的时候惯性会出现的一些线条，然后我就把它们放大，然后一次可能只完成一个区域，然后再可能走到画布的另外一头再画完，画完之后再走到另外一边，慢慢的就是每天画一点去完成这一张大画布。那画完之后，又把它切成这样一小张一小张的方式，用这样的排列方式在墙上呈现。那我觉得它就是像是浓缩了我这一段创作的日子的一个轨迹。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个比起我前面几张画这件作品的时间感就比较中点，然后这样随意的排列也像是一个时间轴的感觉。那这件作品在展出之后，因为展场里面早上会开冷气，然后晚上不会，所以在湿度的变化下，它又多了一个小小的就是变数，就是它的画布边缘会卷起来。那这个部分我也蛮喜欢的，因为可能就是一种就是多了一个不可控的一个元素吧。对，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件在意念的核心上蛮接近我那个时候创作的样子的一件作品。那再来就是刚刚展场记录是之前在清水的一个联展。那这几件作品就是我拿旧日渡痕上面出现的一些颜色和笔触去做延伸，就是我想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好像就比较不会去拿流水或者是用流水题材去让自己做一个开头，然后我想单纯的从画水画油画里面延伸出来比较个人的笔触还有绘画语言去放大，就是我会专注在笔触这个东西，还有色彩搭配上面。这个是一些比较小张的作品，然后我觉得这几张
对我来说状态比较像速写，就是一下就画完了，然后也没有一个特定的参照对象。这个也是这样子。然后后面我放了几张，其实我还没有完成作品，那也是我在对于笔触上面的一些尝试吧，就是想要把我诗作的那个范围或者是大小扩大，看它会不会有其他的变化。这张作品也是。那最后我想稍微用2段话来稍微总结一下我在做创作上的一些很个人，然后可能也不一定正确的一些心得。就是第一点是练习对自己诚实，因为我觉得创作对我来说很大的吸引我的地方，或者对我来说有意义的地方，就是让我练习对自己诚实。因为就我们在生活里面啊，或者是其他的事情，都会有一些角色关系，或者是因为社会化的关系，行为上会有一些相互的牵绊或者是限制。但我觉得艺术这个领域，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对自由的领域，也是比较没有是非的领域。然后也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可能平常就是会有点惯性的去躲避掉纷争，或者是个性上不是那种会站出来想要标新立异的那种人。但是在画图的时候，我反而必须去正视我的选择，就是它让我必须去面对我的喜好和一些限制，就是我的用色，然后我的画布的大小，或者是在构图啊题材上面，其实就不会有一些外在的因素去干扰。所以在这个状态下，对我来说是练习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看法的一个管道，就艺术好像提供了这个选择。然后第二个是理性和感性之间的转换吧。就我觉得在学习的路上，甚至到研究所，在研究和学习新知的路上，其实都很需要一些逻辑还有规则去辅助自己和这个世界沟通，或者是和别人对上频率，然后让自己成长。但我觉得这个状态是在创作里面是很矛盾的，因为创作其实包含了很多感性的成分，然后我们都是运用自己有的一些独特的手段，去将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感觉，结合一些社会的符码，然后具现成作品。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运作之下，好像是需要感性的，所以就在这2个矛盾的点，就是体会到这2个矛盾的点之后，就有一个小小心得，就是我觉得创作者应该要学习比较去敏感的察觉自己在创作活动中的一些惯性还有追求，然后但同时要纵容，要习惯纵容感性导致的一些混乱感和未知。就是在这样来回切换的过程中，可能就可以比较靠近自己想要的状态，或者是更认识自己一些。对，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